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這件是發生喺3年前，有一個楊小姐涉嫌用鳥鼠藥啊，偷一個為澳洲來的男大學生，前後共偷3擺，加在最後，男學生也是救回一條命。台北地方法院經過1年半的審理，再去用殺人未遂，把這個楊小姐判刑11年2個月。請問今天還是不認罪嗎？Alex 今天有來知道嗎？穿黑色袖ผ้甲規身軀包條條，靠佇咧清秀身邊行入法院。伊就是涉嫌用鳥鼠袖ผ้偷澳洲籍查甫大學生的楊小姐。去年出庭面對提問攏底點點，經過年外審理，今仔日一審判11年2個月徒刑。陳世聰行入法院受到濟人關注，3年外前來台灣做交換生刷險仔聞名。今年3月法院傳喚 Alex 出庭，要釐清案件詳細細節。當時楊小姐甲 Alex 同期說佇咧家內底摻鳥鼠藥ผ้，互 Alex 中毒，唔知人住佇咧加護病房。法院認定2023年3月24、4月17、甲4月28到30，楊小姐上少偷3擺藥ผ้，就是驚愛忍仔草要甲人偷死。審理的過程嘛無先證甲糾錯，所以重判11年2個月。這個結果大概是在我們的律師團隊裡面預估的範圍了哈，所以這樣的結果我們是覺得 OK 的。當時敢若是 Alex 堅持要登去澳洲，楊小姐聽一個變面總起凶心，宣判這天楊小姐無來 ，Alex 已經登去澳洲，委託律師代替到庭，嘛強調已經提出附帶民事求償。因為他們畢竟是外國人嘛，那在台灣這個產生這樣的一個案子，都有一個公平的結果，審判的結果，所以他們是期待的。澳洲籍男子予人用鳥鼠藥偷險仔互偷死，加在落尾人父救回來，事件引發台灣、澳洲兩國關注。宣判這天，共款有澳洲媒體來採訪，專案會當閣繼續上訴，未來定調會戰個真烈。